人每日打機2-3個鐘頭，可能係生活上嘅一部分。但如果有人請你全職打機嘅話，你又會唔會接受呢？有人睇你打機都算係一份職業嚟嘅呢？我都知道有呢啲咁樣嘅嘢喺度咯，係啊。咁如果俾咗你啦，你會唔會選擇去做呢啲嘅職業嘅呢？我諗我未必會，唔會咯。咦？點解嘅呢？因為其實而家有都好多唔同嘅人啊，去做一啲網上嘅直播咁樣，咁變咗競爭對手多咗啊，咁你好難去有個穩定嘅收入咯。有句説話講得好啱嘅就可能做嗰行厭嗰行啊。咁我唔想我中意打機變咗做我唔中意打機，所以都暫時未考慮呢樣嘢。但對於以打機作為職業嘅實況玩家嚟講，佢嘅實況又會係啲乜嘢嘅呢？實況呢，就係我嘅意思係點呢？就係一種網上面嘅新嘅娛樂嘅 system。Jackie 望落去同一個普通嘅年青人冇乜分別，但係如果提起佢網絡世界嘅另一個名底線，相信有唔少嘅玩家都會識得佢。講實況呢一樣嘢 ，streaming 呢樣嘢做咗大概1年左右。其實 Jackie 除咗係一個實況玩家之外，佢仲有另外一個嘅身份。我自己本身因為我係個電競主播啦，就提供一啲嗰場遊戲或者一啲遊戲嘅最新資訊，或者一啲玩家方面想知道嘅嗰個遊戲一啲嘅特別啲嘅地方。而實況喺世界各地嚟講，例如韓國或者歐美嘅地區，其實係一件好流行嘅事嚟嘅。而 Jackie 而家用緊呢一個實況網站 Twitch 係由美國創立嘅，佢可以連住世界各地嘅玩家進行即時嘅遊戲轉播。但實際嘅操作又會係點嘅呢？簡單啲，用你屋企嘅電腦layout 到個畫面出去，即係俾到出邊人睇到你個樣同埋你玩緊嘅嘢。但其實除咗 Twitch， 近年仲有一個遊戲巨頭公司都有參與實況嘅轉播。有一間公司叫騰訊啦，咁佢就經營方式好簡單，佢係將外國一啲成功嘅嘢照版煮碗搬去中國。而內地除咗有實況轉播之外，佢哋另外一種好熱門嘅就係解說。據 Jackie 所講，一個內地嘅電競主播係開上8萬嘅人民幣年收入，而一個解說佢哋背後嘅團隊甚至係上億計嘅添。實況呢一樣嘢其實喺中國大陸好有市場，大陸人其實佢冇呢方面嘅資訊㗎嘛，佢冇 YouTube， 咁原來出現 YouTube 呢樣嘢，佢咪蜂擁而至，我咪覺得好開心咯。咁作為國際嘅大城市，香港佢嘅電競發展又會係點嘅呢？但係香港 e-sport 咧嗰個嘅營運方式咧，其實都係暫時嚟講都目前都跟得貼外國嘅，但係爭緊啲配套咯。配套係指乜嘢意思咧？因為韓國其實發展 e-sport 都我諗超過10年以上嘅歷史啊！佢哋係真係當呢一樣嘢一種 sport， 但係目前嚟講香港都係當呢一樣嘢一種 entertainment 一種娛樂咯。但係而家到咗而家呢個情況都有少少好轉，但係都係唔容社會所接受，因為大家都擔心一樣嘢就係呢啲選手打咗一個世界冠軍翻嚟，但係佢嚟緊佢要做啲乜嘢？嚟緊佢嗰10年。佢淨係得呢樣技能喎，佢生存唔到落去。好多家長會咁樣講呢一樣嘢咯，因為做一個電競嘅職業選手，佢受到壓力相當之大。就係點解啲人做一個運動員同做一個主播嘅關係？做一個運動員，我嘅身體狀態承唔承受到啦？因為可能我哋年紀會越嚟越大啦。因為人嘅反應年紀咧，大概去到24歲，即係大概嗰啲咁嘅年紀咧，就會越嚟越慢嘅。反而咧，最優勢、最黃金嘅時期咧，就大概係14到17歲、18歲呢個年紀啦。但如果講起職業選手，就不得不提韓國。電競係韓國嘅第3產業。究竟韓國有啲咩可以吸引到咁多嘅打機好手追逐電競夢呢？韓服嘅玩家咧，佢哋係爭分奪秒，佢哋係卻練習，即係佢哋當呢一樣嘢佢哋生命，當佢嘅工作。因為台服又好，美服又好，好少人真係會當呢一樣嘢自己做自己嘅工作㗎嘛。佢係講緊係，如果佢打到上去嘅話，或者贏到一場比賽，會帶到俾佢係好豐厚嘅收入。首先佢哋嘅政府咧，只要你打得好咧，係打到上佢哋一個 tier， 即係打到上佢哋一個嘅分段咯，我哋叫 challenger 咧。基本上你會獲得一個工作機會啦，你會獲得知名度啦，你會獲得除此之外好多嘅嘢啦。我覺得誇張啲比較具形體啦，少女時代大家聽過啦，喺 S3 嘅世界大賽入邊，冠軍隊可以同少女時代同場去演出。原來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咧，喺電競選手原來同一啲明星、一啲世紀級嘅巨星係同級。而最後
對於香港嘅電競 Jackie 有佢自己一套嘅睇法。E-sport 會唔會係嘗試將佢認真睇一睇，成為一個專業嘅運動項目呢？其實我同一間社區中心、一個社區機構啦、明愛啦，咁樣就做緊一啲打機嘅訓練班，嘗試去將一啲隱蔽青年啊，將一啲網上成癮嘅同學仔呢，從呢個打機即係一個先頭引翻出嚟，將打機融合翻一啲溝通技巧嘅分享。我套用一句説話，有一個好中意嘅職業選手西門野樹成日都講，佢話不放手，直到夢想到手。我覺得堅持到最後嘅人先會笑到最後咯，所以我選擇到呢樣嘢，尤其係我呢樣嘢我咁中意，所以我更加唔會放手。